今日沙田馬場舉行11場賽事，2個月冇贏馬嘅見習女騎師黃寶妮終於重拾勝仗。喺第2場5班1200米騎文家良訓練嘅線路光華，排12檔應聲彈出，貼欄快放越走越勁，就咁樣放到反終點，打破悶局嘅同時，亦勝出喺香港嘅第13場頭馬，當然值得恭喜。我哋喺凱旋門又可見到黃寶妮嘅甜美笑容，真係好開心。呢場亦係佢喺田草同埋同文家良合作嘅第6場頭馬，騎練真係好夾檔。文家良賽後就大讚黃寶妮跟足策騎指示，發揮好好。我哋睇下佢點講。嗰個賽事12檔有冇少擔心？係非常之擔心。不過寶妮係咪都跟到李策騎師得進第3？可以咁講啦，因為我哋叫佢帶得多就帶唔到就跟住啲前面馬跑，但係佢一出閘佢全程都喺外邊，所以佢採取係主動啲自己去領帶。咁今場其實贏呢場應該會升班，覺得隻馬翻4班嘅即係個前景都應該唔錯嘅，應該有機會嘅。我希望西繼續贏啦。多謝。不過贏馬嘅同時就要付出代價。佢騎線路光華喺900米處時干擾到前鋒，被罰停賽2日，兼要罰1萬蚊。喺衡量判罰輕重時，小組裁定黃寶妮嘅不小心策騎程度屬第2級，同埋影響情況屬第2級，也考慮咗佢嘅中等策騎出賽紀錄，連同呢次受罰，黃寶妮喺今季已經第4次被罰停賽啊！我哋而家睇翻馬會嘅賽事影片啦。同埋嗰隻咧灰馬係至旺財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線路光華放咗出嚟就一尾足啦。中間橙色眼就係前鋒啦，外邊橙衫第3位有伶俐標區，內欄第4有心意啊。中間有黑衫嘅小刺蛋啦，再邊走上去嘅馬有3隻，旋風飛揚、宏財最出係文明福星啊。後多浸嘅馬啦，等入邊呢就可愛新星同埋夢幻進區啊。最後200零米啦，線路光華拋離咗大約有個幾馬位啦。咁啊見到埋邊有心意追咗少少，中間位置呢仲係伶俐標區，偷入邊上仲有呢隻就威力勇氣啊。最後100零米，線路光華減咗啲磅，拋離後邊嘅對手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係有心意，威力勇氣第3，第4名係伶俐標區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線路光華咁啊都係減啲磅啦，黃寶妮啦擺前面走啦，咁啊後生年輕力壯，馬亦用得少啊。結果放出嚟一放到底啦，有心意就跑第2，埋邊追上嚟黃衫威力勇氣，中間係伶俐標區。講完黃寶妮，就講下潘明輝。小潘今日同樣重返正軌，喺第7場4班1400米騎無偉傑訓練嘅嘉應巨星，最後直路同潘頓騎嘅紫荊拼搏單打獨鬥，嘉應巨星喺小潘狂砌下，最後影相險勝。繼3月30日憑勁大威猛直線力山起孖後，終於再次贏馬，現時累積30場頭馬，爭奪告東尼獎形勢大好。嘉應巨星贏得喺香港嘅首場頭馬，小潘發揮居功至偉。我哋睇翻慢鏡，睇下佢點樣鬥贏潘頓啦。同埋無偉傑嘅賽後訪問，睇下佢點講嘉應巨星呢場頭馬。過去大都見到嘉應，呢筆萬年都可以話即係考於今場嘅都臨尾完全係一致對手咯。隻馬今季係明顯放鬆咗少少嘅，但係喺個量水度仲有啲急，即係 compare 翻上季咧，隻馬係識得放鬆啦，即係上一重化又係重化啦，重化令到隻馬可以放鬆咗少少啦。咁你都睇翻今日賺咗個形勢啦，咁啊攝住有個波士位，咁入咗直路，啱啱開到個位俾佢。最後幾步即係已經嗰個即係諗住有機會可能即係未必一場對手。咁其實隻馬有鬥心嘅，咁又冇諗過佢真係可以頂得到啊！開頭諗住潘頓上嚟個勢好好嘅，都諗住死啦呢次。隻馬潘姐拍得好啦，潘頓拉斯都好落力嘅咯，咁咪頂得到。咁啊過往同埋其實3班都即係人個點有長命嘅，你又點樣睇佢即係翻就3班？其實呢馬喺外國咧，佢一路跑嘅時間咧，都係有啲落後嘅跡象。睇翻上季，即係喺個彎嗰度咧，佢有幾場唔係轉得好順嘅，佢都有少少輕退。而家可能年紀大咗，所有嘢開始
成熟啦，開始穩定啦。咁就你睇到今日喺個彎度都走到 smooth 啦，所有嘢都進步緊。咁我相信佢喺3班上到去輕磅都仲有啲空間。多謝各位大師，多謝。睇6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嘉應巨星啊，隔離拍住佢深藍衫白色帽，仲有多彩多姿啊。外邊紅衫第3位有喜勝進區，第4位綠色衫呢，仲有線路神話。響內欄黃衫呢，咁啊仲見到馬匹有進傲星嚟㗎。外邊啊飛住星空啦，馬冧中間粉紅衫劍無情啊。響出邊有標誌星球啊，外邊啡色衫考眼光啊。尾5內欄咁啊淺紫色衫就係紫荊拼搏啊。後邊4隻紅衣醒目響尾4啊，大師爺就拍住內欄粉紅衫。者咧暴風一族響後邊啊，暫時殿後係銳一嚟㗎。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多彩多姿就放喜勝進區就第2位，飛越星空第3啊，守住內欄第4呢，仲有呢隻就嘉應巨星啊，中間就進傲星啦，外邊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到啦，攞出去外邊啊，藍眼罩仲有線路神話，等內欄嗰邊呢，咁啊仲有紫荊拼搏啦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嗰啲劍無情啦，紅衣醒目紅衫掟到最出啊，咁啊同隻考眼光一齊衝㗎啦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多彩多姿啊！中檔位置有喜勝進區啦，咁啊見到外邊追上嚟嘅馬有紫荊拼搏啊，入邊嘉應巨星揾到位亦都捐上嚟啊！外邊追嘅馬考眼光啦，出邊仲有2隻啊，紅衣醒目同埋銳一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係嘉應巨星，外邊紫荊拼搏一路追緊上嚟，嘉應巨星埋邊，紫荊拼搏外邊200馬相當接近第1名，埋邊嘉應巨星應該導線啊！外邊追上嚟其實都如狼似虎㗎啦。左手車輪邊未停過嗰隻紫荊拼搏，第3名埋邊多彩多姿，中間線路神話，外邊銳一亦都相當接近啊！輪到講今日嘅騎師黃潘頓，一哥今日先喺第5場3班12米贏15蚊嘅跨境寶馬，跟住喺第8場3級賽2400米皇太后紀念杯，朋友目共賞起孖捧杯，2場都係險勝對手。當中贏跨境寶馬就係手忙腳亂，隻馬喺直路嚴重內閃。潘頓全程騎唔到，最後抽住過終點，好彩剛剛追過年年有型，大意取勝。如果輸咗真係不得了，肯定成為馬場佳話。小組就跨境寶馬嘅走勢發出警告，並同練馬師蔡約翰講，馬匹走勢已引起小組注意，若日後因類似嘅走勢而影響名次，小組或會針對跨境寶馬採取進一步行動。我哋而家睇返冠軍騎師點樣抽實跨境寶馬過終點，同埋重溫馬會嘅賽事影片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有年年有型7彩雲珠啊，第3位淺藍衫係嘉應騎兵啊，外邊有暴風之子啦，最出黃衫黃帽呢，咁啊就係呢隻跨境寶馬，馬冧中間藍衫咁啊極速贏啊，內欄尾4係正極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分別有榮理雙收啦，尾位置雙星報喜啊，暫時殿後海洋帝君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年年有型就放啊，暴風之子第2位啊，內欄第3有7彩雲珠啊，第4位就嘉應騎兵啦，第5位黃衫黃帽跨境寶馬，咁啊內欄紅黑直間衫呢就正極啦，尾4藍衫呢有極速贏啊，後邊嗰3隻啦，雙星報喜榮理雙收啊，包咗落尾嘅話仍然係海洋帝君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年年有型仲係佔先嘅，咁啊見到暴風之子響第2位啊，埋邊呢7彩雲珠啦，中間追呢仲有嘉應騎兵啦，外邊黃衫呢咁就係嗰隻跨境寶馬嚟㗎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年年有型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嘉應騎兵響外邊逐步追上嚟。出邊跨境寶馬亦都撻着咗㗎啦，最後50米到啦，大家都偏嚟偏去㗎啦，咁啊一路有啲內閃，跨境寶馬咁啊內閃之下都一樣贏，年年有型埋邊都偏過下㗎啦，都跑第2，咁啊第3名嘅馬嘉應騎兵，第4名係暴風之子啊，睇埋呢個贏馬姿態都誇張到不得了啊！呢隻跨境寶馬好似直路上面都唔使點騎㗎啦，隻馬自己走上嚟又內閃，咁啊結果外邊冚晒。嚟到全日重頭戲皇太后紀念杯，潘頓騎有目共賞留前鬥後，直路外檔衝刺後上擊敗優才捧杯。我哋呢場見到一哥嘅車輪邊，真係盡顯功架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都算係幾齊集雙嘅。咁啊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走咗上去呢，就係嗰隻遊龍串鳳嚟㗎。咁啊外邊呢，黃衫啊當年情啦，中間粉紅帽有優才，內欄藍帽就標誌5支啊。呢位置綠色衫係有目共賞啊，暫時殿後係愛心神區嚟㗎。
好啦，接近第一次咧過終點嘅時候咯喎，前面放啊嘛，埋邊位置係右龍穿鳳啊，響外邊呢就當年情啦，第3位係優才啊，標誌5支響埋邊第4添喎，後邊嗰一隊啦，愛心神區啦，外邊綠色衫粉紅帽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嘛，開始轉呢個馬房灣咯喎，次序上面都喐到唔大㗎啦，右龍穿鳳放咗出嚟嘅，外邊位置就當年情啦，標誌5支響第3位，咁啊告東尼馬房3隻馬喺晒前面啦，第4位嘅馬呢，粉紅帽就優才啦，後邊2匹馬藍白格仔衫響內欄尾啲位置就愛心神區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呢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咯喎，過1400米嘅段處啊，右龍穿鳳一路鬆住呢，佔先少少嘅，當年情呢就跟前咗㗎啦，響外邊嘅第2位，標誌5支係第3位，位置變動上面係完全冇喐過㗎。第4位係優才啦，第5位愛心神區啦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都仲係呢隻右龍穿鳳嘅順放啦，跟住響第2位就當年情啦，埋邊第3位仍然係標誌5支啊，第4位粉紅帽就優才啦，後邊2隻依然係愛心神區，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咯喎，右龍穿鳳當年情標誌5支優才，後邊2隻仍然係愛心神區啦，綠衫暫時殿後仍然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喎，前面都仲係右龍穿鳳佔先半個身位嘅，當年情響佢外邊啊，等入邊㗎嘛，有標誌5支啊，攞出去外邊啊，有呢隻優才啦，愛心神區拱埋呢嗰隻又係有目共賞一齊出去啦。好啦，正直路啦，埋邊數出嚟，右龍穿鳳當年情，優才響中檔出咗嚟先啊，最出嗰邊仲有目共賞啊，中檔位置係愛心神區，最後200米優才透出咗，埋邊右龍穿鳳又上翻嚟，出邊係有目共賞，馬林中間上緊嚟愛心神區，最後100零米優才中間透出，有目共賞追緊上嚟，2匹馬鬥得難分難解，外邊有目共賞，終點前冚過優才，捧走皇太后紀念杯啊！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啦，右龍穿鳳，第4名係愛心神區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挑戰2400米呢個路程啊，外邊冚上嚟，有目共賞，捧走皇太后紀念杯。睇完有目共賞喺潘頓胯下贏馬捧杯後，我哋再睇馬主盧楚昌嘅賽後訪問。該晒盧生啊，有目共賞就贏出今屆嘅皇太后紀念杯。其實呢匹馬都可以話好犀利，因為今季係佢嚟香港第一次服役啦，第一季服役啦，由1400米贏到1800，而家再贏埋2400，都可以話係全才馬嚟喎。呢個都好運啦，買到佢翻嚟。長與短就賽後決定啦，因為我哋跑完上一次都問過佢，好似冇路程咁，跟住佢賽後都話。揾到一場馬俾我嘅，咁呢場就係佢想跑嘅一場馬。喂，隻馬就過往就喺中距離度跑得好好啦，上一次跑打比2000米都跑得好，有條好強嘅追勢，但係喺跑到2400，你自己賽前嘅信心係點咧？都有啲嘅，因為佢係後生啲，不過就始終個長力都係一個問，即係一個大家有個問號啦。不過見今日慢步速佢都跟得都幾好，咁把段都可以。跟住話都係有少少，都係幼嫩啲嘅。過終點嘅時候都係有少少左望望嘅。即係佢就覺得佢隻馬個集中力係咪都仲係唔夠？同埋潘頓又都聽你講過話，雖然呢場慢步速，但係似乎呢個潘頓話反而慢步速對佢好似有啲幫助嘅。喺佢嘅角度，佢又覺得係。都係有啲幫助，即係佢爆嗰段可以因為其他馬冇佢嗰個轉徑咁好，咁變咗佢可以爆一段短嘅可以過到佢。呢匹馬就頭先正如所講啦，即係1400至2400都贏過啦。其實你引入呢匹馬嗰陣時，最初即係諗住佢係一匹咩性能嘅賽區，同埋你對佢嘅期望係點嘅咧？最初係啊 Derek Price 同我揾嘅，咁佢就話同埋想運翻過嚟，係諗住係跑大比嘅。咁結果都達到咗目的，係做一度。咁不過就大比嗰場馬可能都唔知道嗰個走位啊，或者點樣係有少少失誤啦，變咗跑嚟查。咁變咗長都係向住長嗰邊流。下一個路程我都要留翻俾阿卓可能。你自己個人就想唔想隻馬會一
隻跑者打杯5月25號嘅冠軍咧？我覺得喺而家個角度，呢個賽嗰個咧，林輝係唔夠分，佢唔會夾硬嚟嘅，即係呢個係我嘅感覺。所以就大家都要睇睇，聽日加分加幾多？再一次哥，多謝晒，多謝晒，黎生，恭喜晒，嘉健唔該晒。